後來繼續來看中聯油脂致癌油的事件，繼續來探討。台中市長盧秀燕今仔日是邀請到各縣市的首長參加反毒油線頂國事會議，針對着食安法、修法等等的議題來交換着意見。總統府的發言人郭雅惠是呼籲着各縣市公布最近這幾天來稽查的成果。有檢查到中聯都有樣本偏皮嗎？聽到有名tweet這個執政白黨從來無檢驗分辨比，台中市長盧秀燕趕緊就車，無要回應。上來看這個就是市長怎麼會今天來開到辦事？是講面對媒體追問，麥克也攏都去到伊邊頭前，伊攏極點點，全部攏交予幕僚來處理。請問國事會議準備了哪幾大項的主題？今仔日調工價9點半例行的市政會議提早，就是為着要佇10點半開反毒油國事會議。現在我們的聲音測試，請問有聽到聲音嗎？盧秀燕甲台北市長蔣萬安除了號召星期5開着抗議，今仔日早起也邀集各縣市參加線頂的會議。包括雲林縣長張麗仙、嘉南市長謝國良等等，有將近16個縣市報名參加。那民進黨的執政縣市是繼續出聲，是講行政院也出手，佇同日的下晡4點召開食安法修法的審查會議，由政委陳市長親身坐鎮，邀請6都做伙來參加。盧秀燕甲蔣萬安將會上榜向中央提出具體建言，不妨請各縣市能夠在這個時候對國人公布近幾年來稽查的相關成果。更有建設性的做法，就是在下午的時候能夠到行政院一起加入針對食安法進行修法，歡迎大家能夠有一些意見的討論。防止食安的問題繼續探討，中央甲地方隨人出招拼關係。